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？喺舊年曾經有業主向我哋求助，話自己買入長實喺洪水橋中小型住宅 Leos 之後啦，選擇撻訂離場，最終被追收差價嘅案例，成為轉角市之後嘅第一滴血。正當大家以為類近個案只係屬於特殊事件，早前就有傳媒報道指出，除咗長實之外，中小型發展商宏安喺大角咀嘅新盤 Larchwood 都有追差價嘅情況。呢個位於大角咀洋松街62號，提供182個單位嘅單堂樓項目 Larchwood， 喺開售期間都爆出唔少新聞。曾經有觀眾向我哋反映，買樓嘅時候被教唆做假入息去借取銀行貸款買樓。曾經傳出樓盤以超高佣金，俗稱回力標，而達到保面價實劈價嘅方式去促銷。近日就因為喺轉角市之前高追嘅買家選擇咗取消交易嘅時候，被發展商追收過百萬嘅差價。同傳媒聯絡嘅業主早喺2023年以589萬買入一個實用面積210尺嘅單位，因為當其時只係俾咗半成樓價，但其有樓價跌幅多於半成，選擇放棄交易。但因為物業嘅市值回落去到370萬，就被發展商出律師信追收109萬嘅差額。呢單消息曝光之後，都即時扭轉咗，以為樓市已經見底，所有轉角市內嘅壞消息已經事過境遷嘅時候，但原來追差價嘅個案仍然上演。畢竟發展商追差價係屬於行使佢權利之外，追差價嘅行徑都需要時間先能夠反映。一般嚟講，如果買家喺簽署正式買賣合約之後選擇取消交易，因為正約係屬於必買必賣嘅合約，發展商或者會寄出律師信俾買家，就好似正如今次 Larchwood 嘅個案一樣，屬於第一封嘅警告信。如果業主接受相關方案，對方律師會向法庭申請中期強制令，針對損害賠償作出討論。但如果業主係唔承認責任嘅話，發出嘅告票要討論賠償方案之外，仲要就雙方嘅權責去證明責任。根據法律原則，追收差價唔係用嚟懲罰負約嘅一方，而係俾無辜嘅一方可以透過賠償得到合約正常履行嘅時候嘅待遇，就好似合約從來未被違反一樣。由於買賣合約上嗰個條款得到雙方同意先簽訂，具有法律效力，所以當賣方履行合約條款去追收差價嘅時候，違約嘅一方相對蝕底㗎，而買家可以同發展商爭拗，就主要睇下重售價係咪合理。但重售價係咪合理，就視乎發展商有冇盡力去減少業主嘅損失。譬如市況持續下滑嘅話，究竟發展商有冇盡早將物業重售呢？如果冇，原因又係啲咩呢？當然，如果買家覺得發展商冇採取合理嘅方式去減少損失，就要由佢哋提出證據。發展商可以追討啲乜嘢呢？除咗買賣之間嘅差價之外，發展商仲有權向買家追收相關利息開支、期內管理費、經紀佣金、重售律師費同埋終止交易雜費等等。當中嘅利息開支就會以 P+2 去計算，所以撻訂嘅實際賠償額可能比想象中更多。縱然目前市況回暖，負資產數字比年初回落大概1萬宗左右，轉角市前高價入貨嘅買家都已經收咗樓，呢啲追差價嘅個案或者會慢慢減少。而今時今日入貨嘅買家或者呢啲風險比之前少，但簽訂每份協議背後都涉及唔少條款，呢啲條款亦都關乎法律責任。買家喺落筆簽文之前，必須問清楚同埋反思一下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咁多啦。如果中意睇呢類樓市短評、一二手簡到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同埋最重要係 CLS， 下次出片咧大家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Yahoo!